今年聖誕趁住連放4日，走轉韓國感受冬日浪漫氣氛，必去人氣爆燈嘅星空圖書館，打卡11米高嘅金色聖誕樹同埋巨型天花板燈飾，勁浪漫啊！仲有年輕人最愛嘅聖水洞街區，玻璃建築嘅 Dior 配埋限定聖誕樹，打卡影相超靚啊！玩完仲可以翻埋明洞夜市，邊行邊食睇燈飾。有4日假期嚟韓國，梗係要嚟執下個樣啦！今次我哋就嚟到呢間大名鼎鼎嘅 PPEUM， 佢喺首爾有多間分店，提供中英文翻譯，免費行李寄存，價錢透明，中韓同價，仲有免費咖啡請你飲。呢度仲有埋退稅機俾你即時退稅。今次我哋就揀咗佢最新第5代嘅提拉神器 Ultraline， 佢係以高強度嘅 HIFU 超聲波精準打入皮下脂肪層，促進膠原蛋白再生，達至分解脂肪同埋提升肌膚彈性。比起傳統嘅超聲刀強度更高更穩定，痛感亦都較低，只需要做一次就可以輕鬆解決所有肌膚問題。做完1星期效果已經勁明顯，彈下好似年輕咗10歲咁啊！而且個地點超方便，新崙險地鐵站一出行3分鐘就到。每個月仲會推出唔同嘅特別優惠，趁住就嚟聖誕，快啲預約定執靚個樣，感受韓國冬日浪漫氣氛啦！